好大你啊！哎呀，你是安怎好大胆？你敢欺负我身躯边的囡仔？伊是我的条仔脚呢。我也欺负无要紧哦。我先生，喂，我讲你歹话。我甲你讲哦，你今日真好胆呢，啊！你也敢讲我的歹话骂我？我甲你讲哦，我的条仔脚哦，拢总合我来1、2千名哦。这1、2千个，敢若准牛屎互你分，你都分袂起哦！你空你啊！所以哦，阿兄仔姐，你若讲真实哦，迄票要来转我这个歌议员哦，我敢袂甲你讲啦。你是敢若安尼，你知无安尼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讲，这边阮的票若投迄个歌议员，就敢若了王工安尼。恁的意思我会考虑啦。对啦，你若会考虑，表示讲你还阁有救啦。后摆若有啥物代志，你再来找我。嘿，我甲你讲，你甲迄个歌议员讲，叫伊哦唔通哦，带我的票仓卡甲恁要投我票，若互我抓到恁要骹骨甲剁互枝，全拗起来插在骹床里去。有听无？好啦。行，来转。这好。妈，你可真是考虑要投伊哦。叫伊较早困会较有面啦。你要看伊着用啥物话，路满市川，我会投这种人哦，拍个较袂着穿哦。我嘛是安尼想。唉，老的啊，我一个阿母的，你安尼才会相信，安尼做嘛安尼放我一个安尼，你安尼用心安尼做入去，害我安尼家己一个人孤孤单单，安尼伫咧过日子，迄心肝吼是我艰苦。家己偌稀微偌寂寞，你敢知？尤其我逐暝若要困，若翻身都毋捌去看到你啊！我真正好艰苦，无法度啦，我只好若要困，就爱啉一下酒，无咱两个来干杯，好？你啊，你是甲啥讲话？无啦，我家己吼，家己一个无伴，家己细细念啦。1、2。大伯啊！等恁两个之前，翁仔某两个安尼雄跪落，我若看人咧歌厅表演吼，若两个跪落，迄拢是要唱迄个三声无奈。恁两个真正要唱这？无啦，我要唱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文伦伯啊，是安尼啦。你是阮阿母的救命恩人啦，为了遮甲你细谢。这免啦，对啦，恁母啊吼，写酒了后人有较爽快无？哦，这种。来。哦，好，迄落写吼。真正真好用哦！迄写一个字就差偌济呢，过才1点钟尔，也起来跳迪斯科，唱歌拉起，哦，看着偌欢喜。安尼就好啊。但无影，这边啊，你真正有教下的，阿母也精神有较好尔，会跳迪斯科。无啦，精神加足好有影啦。嘿啦，有影，文伯啊，你著知啦吼，阮兜的生活都较困难啦。啊，算讲吼，你著摕迄6万块啊，阮阿母爱去注销，阮阿母也著加较好你。总讲一句哦，就是要甲你细谢啦。啊，若迄6万块可能。真是无法度通去还你啦。讲到恁少年人嘛是爱食皮，不是，无啦，等以后再还无要紧啦，莫甲囥喺心肝内，啊无偌济钱啊，对无？啊，搁再讲起来吼，我看恁两个少年啊，遐尼友好吼，啊，我实在真感动，恁遐济，我想讲有一个代志要甲恁参详啦。啊，对啊，啥物代志？啊，即句话吼，我囥喺心肝内囥遮久啊啦，啊，我若无讲吼，我都袂用的啦。啊，你讲较快活啦。啊，我是讲现此时吼，这现此时这社会这少年家，免剩了讲恁安尼遮尔友好，也已经真少，所以我安尼心肝内足感动啊。我是讲吼，我的囝伫拢伫国外啦，啊，国当啊家己伫咧国内，我是讲甲你收起来。做客囝，啊！你是我客新妇，看恁两个要答应无？面前阮爸。哈，无咯，弟兄啊，你慢慢应该遐凶，你知呢？咱顶头遐阿母也伫咧了，当然咯，要认我做客囝吼，我嘛足欢喜的，不嘛着请求阿母来同意啊。哎哟，文旦伯啊，若认咱做吼客囝客新妇，啊，就是阿母也客翁咧，啊，这个代志哦，爱尊尊阿母啊，对啦，爱尊尊阮娘啦。无讲甲遐尼复杂啦，较单纯的啦，什么客爸客翁安尼啊？我甲你讲啦，安尼志明安尼吼，会尊尊因老母，会尊尊是大人，这就是好心啦。安尼好啦，志明，你去问恁老母，恁老母若答应吼，我才甲恁收起做客囝甲客新妇。好啦，阮爸。
奇怪，你嘛一支锁匙较找都找无，找较心肝火倒啦。啊，你是碰见倒一支锁匙501个锁匙，咱找拢无呢。 ？501，早起我才看到呢。你早起有看？哎呀，伫倒呀，紧来倒找啊！哎呀，啊变都安怎？哎呦，差不多啦。啥物诶？变少啊。哦，你讲饮大水的哦？有啦，阮咧一工不挂，一工拼挂，差不多啦，变来清气啊。来，遮坐啦。好啦。哎，关议员啊，我嘛拄仔想要找你呢。有这件代志哦，我感觉我若无紧甲你讲的哦，我困袂去啦。我这个人就是安尼啦。有啥物代志你做你讲啊？迄个金海啊，甲迄个吴德忠啊，因有来阮店的呢。吼，安尼甲我转伊转倒，我甲大细声啦，讲叫阮无论咱吼，一定票爱投互伊啦。算了讲吼，强啊讲叫我爱甲邮票呢。免哪会安尼做啦？咱选举哦是光明正大的代志，哎，哪会今日转去转倒用这种卑鄙少年的手段要来争取选票？就是安尼，我毋知讲亲像伊这种人出来甲人来竞选哦，迄免哪有可能会调啦。哎呀，阿友啊，安尼啦，以后吼，因若搁敢来遮大细声吼，你去甲管区话讲，要若无吼，因安尼哦，会安尼早班软头深棍吼，甲恁欺负。拜托，我若调了吼，啊拜托，拜托，我若调了吼，我会让大家幸福，吼，哎拜托，投票。哦，是。我哪个大家拢做无礼貌，看到你拢安尼头拢歪咧边仔呢？我记得，即摆咧选举，咱家己唔来咧。等下咱吼选调的时阵哦，拄啊甲咱换过遐个人啊，咱才一个一个甲修理。我想啊，咱来遮花到尾，花到尾死安尼，大家拢无要插人，拢无伫甲足无想法能诶。嘿，看卖你平常时啊，做人伤差，所以我话即摆选举哦，无一定落选咯。今仔你即摆讲是啥物意思啊？啊，你唔通袂记呢？你即摆是我身躯边的囡仔呢？你即摆食穿用拢看我呢？你即摆是我的助选员呢？我知啊。啊，你应该就爱提高我的士气，你哪会是安尼讲我这老屁话啊？我甲你讲，你若唔在我的身躯边，无要紧，你用个离开。那我的助选员还佫400-500个伫咧，那一个甲我9-5票啊，你爸嘛是甲我调啦。我先生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种看目前这个状况，我感觉不妙呢。我甲你讲啦，你放心啦，这回哦，我要出来竞选哦，我已经哦拍算啦。绝对调的啦，稳了对。稳的啦，啊，毋过稳了两种的啊，那这一种是稳调，啊，这种稳落选的啦。我直直想要甲你猫落去呢，莫你讲迄落拍几句话，行，过来拜。好，哎，拜托呀，拜。哎，高先生，真来拜票哦。哎，那啦，哎呦，林建华啊，迄事实讲，咱袂讲哦，我毋知讲选举遐尼辛苦咧，若要知讲遐尼忝哦，哎，我甘愿住喺厝诶哦，看电视翘脚。下地配分，选举吼，本来就是一件吼无真快活的代志啦。无当，咱讲实在啦，你若感觉讲这个选举吼啊真辛苦、真艰苦吼，你即摆搁退出选举吼，嘛还搁会负呢？无咯，迄头壳甲碎落去啊，无钱哪会用诶？这回这是安尼啦，了钱输水啦。也若准啊讲无调哦，迄面子足大呢，我足闹气的呢。对啦，但即摆咧选举你看卖，迄经费开啊尼济咧啊，啊你明你来讲向需要买敢选咯？迄叫白了的啊！对啦，金海啊，你无出声，我无想到你啦；你出声，我才想到你啦。来，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忠告。啊，林敬元啊，到有啥物代志要甲我忠告啦？我伫外口听风声吼，听讲你啊为着要甲这吴先生助选就对啦，甲咱遐村民讲话讲真重呢，而且佫去人店的共转去转倒。你是毋通伤过超过呢？你家己还小杂的哦。林敬元。但你也知影我这种个性对无？我咧土公仔人，我讲话拢直接的嘛。我是即步讲较大声尔，我若故意要安怎对无？嘿啦，林警官你放心啦，若即摆人我上了解，伊是一条肠啊烫尻川啊，嘿，哎呦声哨若后空有较大空啦，讲话较大声，伊无歹。我是安尼啦。来，我跟做你。好，顺行，好，顺行。这哦绝对哦，有人暗中故意咧中伤我，讲我歹话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咱即摆天来，互咱调了，甲咱欺负的，甲咱点的遐，咱一日一个咔，有了无？有哩。好，行，过来拜票。这里啦，
拄则吼去互倒摆弄着啦，卡着伤伫的。要紧啦，无，爱有医生看无？免啦，你就是小可切伤尔啦，啊，佮看甲医生连膏药嘛免。啊，无要紧，我家走。哦，多谢。多谢你吼，多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吼。哎，这少年人真好啊。阿伯，无我摕药仔来糊糊的啦，你家己来啦，安尼好，拜托你吼，拜托你。安伯啊，当你是安怎行路的啦？行到迄号倒摆弄着。谁唔知影吼，我就是讲吼，啊，就去甲慧玲啊斗邮票啦，叫你无小心啊，看无叫倒摆弄着，这我家己无说你的啦，无算啥个。哦，你当时是为着慧玲啊，甲伊斗邮票，这叫倒摆弄着。嘿啦。啊，我问吼，伯啊，喂，你敢这区的人啊？我毋是。哦，拜托诶，啊，你毋是这区的人，你都无投票权，啊，你若这认真是咧创啦？这代志啥毋知，是安尼，我是讲看慧玲啊吼，啊对咱本庄啊，咱这个社区啦，咱这庄仔来吼，啊咧服务真好，啊佫真有礼貌啦，啊佫安尼吼，啊真客气，啊做啥物代志伊就做安尼。我感觉即款的人吼，应该甲斗邮票，所以莫像这透早就去甲邮啊，我来知影叫我倒摆弄。文旦伯啊，实在多谢你的啦，伊毋讲吼，你安尼为着要斗邮票。去遐车弄着，我即马生活足艰苦，感觉足对不起你。你安尼讲，我就颠倒歹势啊！当然，哎哟，当我这也无算啥物，是只不过出一个力尔，啊，结果我哪知影叫，这我家己无小心的啦。啊无吼，我互你去内面休困。免，你即马伫去选举期间哦，当无闲，你还佫赶紧去邮票才对。唔免啦，我一定要留来照顾你。莫，你若留了，真正浪费你的时间。你即马赶紧去邮票，你去，哦，我这小可代志尔安尼啦。啊无吼，小弟迄药来一定爱讲呢。你会记得挑啊较顾好，唔通叫我走。我知影啦，啊这拜托的啦，小可照顾一下。无应该阮咱爸咧，啊无，我来去啊，紧，拜托你票票更算哦，一票好啦哈，唔通安尼讲安尼，哎哟，你啊看，你这查某囡仔就是。安伯啊，哦，你是做人有影热心无？我看你敢若足关心迄个歌议员的呢。哎呦，你讲迄个敢若意思讲都，我毋是迄个意思啦，我啥毋知影讲哦，看伊安尼吼，做人真好，所以嘛才去甲斗邮票。我是讲即款的好人应该互出头天啊，真正力量的，也无啥物下啊。我想讲你咧饲客户啊。讲啥？你看你遐油嘛爆袂落啦。我知啦，安伯，我是咧甲你滚耍笑的啦。我都敢知。哦，要紧的，煞袂记你讲，安伯喂，迄个吼，志明迄个阮阿母也讲啦，阮阿母也讲足赞成的啦，赞成阮两个吼，你做客家甲客新妇啦。太好个啦！我这个消息都凭什么个好？真正你两个互我做客户个，客家跟客新妇。我惊一个我那边你欢喜一个。你较袂听？我较你嘛莫讲，我袂记得就好啊！你甲我讲一个啊。是讲安尼啦，文旦伯啊，你的意思毋知啥款呢？什么意思？啥款？我足欢喜，我足欢喜。啊，你即摆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客家，你就是我的客新妇。安尼我叫你。面前是安伯。对，开始拢比较紧的。安尼啦，客伯啊，过去安尼咱三个吼来庙烧香拜炮，啊叫神明吼，甲咱做证明。做证明。行，好，安伯行。行，安伯，我跟你讲。对啊，你走去对啦，我拄则泡一锅好茶要去，互你啉，啊，佫找也无人啦。我今日有够欢喜。阮去庙里拜拜啦，啊，都吼文旦姐哦，文旦伯啊啦，哎哟，要甲我收我做客家啦，啊，阮去庙里啊拜拜吼，啊，神明替阮做证人安尼啦。哎呀，你啊看，我今日有够爽哦。你过去吼传几项啊酒菜。我好好甲阮客家甲客媳妇来饮者庆祝者。那这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哎哟，当的啊，你福气，你会晓收因这对翁仔某做客家客新妇哦，你真正好命好命。因两个哦，伫阮本地是出名的孝子呢。哎，当的啊，无呢，恁先去房间等，啊，我即摆酒菜款好哦，我随甲你菜。安尼好，来，行，来房间。好，阮来哈。我穿好随送去嘿。哎。啊，客媳妇，你无顺啊来讲。迄个客阿爸，莫安尼啦，我咧做人收西这样讲呢，你先去啦，我等阵后斗做事啦。哦，啊，随来啊。好啦。哎呦，阿姊，吼，阮迄客阿爸哦，阮迄病哦，真正有够古锥的啦，讲认着我即个客新妇，甲阮阿明啊，讲欢喜甲迄个。啊，算毋知这叫做老人囡仔性。啊，若要比赛讲即摆吼，有人要认我做客母啊，要互我做客囝、客新妇哦，我欢喜甲规暝拢袂困的哦。
5寸酒地无？我是要来甲讨钱的。阮头家娘是当时欠你钱，这证据遮你看。钱天少偌济？无偌济啊，172万啊。哈，172万哦。